啦。咁講起 V 漫呢個產品，簡單啲講有啲咩吸引我嘅地方咧？咁有3樣。第一樣嘢就係佢嘅產品易用、有效同埋係有用。咁除咗佢因為本身即係公司擁有20年獨家嘅呢個嘅巨型積雪草同埋呢個濟州龍積雪呢個龍岩能量水之外咧，佢本身高公司亦都好有一啲高科技嘅技術擺喺我哋嘅產品裏邊，包括如果係微脂體啦，就係將一啲我哋有用嘅營養嘅成分嘅容易去代入我哋嘅皮膚。其次就係嗰個嘅超微流技術。佢係用3重至4重壓縮嘅技術，將嗰啲營養嘅成分咧變成係好似納米咁嘅成分，好容易喺5至6秒裏邊黐入嚟皮膚咧，就可以擺好進入到我哋嘅皮膚，好快俾我哋嘅皮膚吸收，然後就即係冇浪費呢啲咁嘅資源。咁所以就高濃縮同埋呢個超微流壓縮嘅技術，好快將啲有用嘅嘢擺喺我哋皮膚，所以呢第一樣嘢。冇錯，第二樣嘢咧，V 漫嘅產品之所以吸引咧，就係佢係天然嘅。咁我當然知道，可能好多坊間唔同嘅食品或者化妝品、護膚品都有聲稱天然啦。咁 V 漫嘅天然係在於頭先我講過佢嘅積雪草同埋呢個濟州龍岩水之外，佢用起上嚟咧，其實你需要付出嘅代價係低嘅。即係因為如果你需要用嗰產品，你係同一時間會帶來一啲副作用或者有害嘅或者我哋叫呢個side effect 咧，咁其實就唔好啦，係嘛？即係你用完之後係啊，你靚啊，或者係好美啊。但係原來你同一時間啲皮膚可能會敏感啦。咁我哋 V 漫咧，佢嘅產品因為佢天然得嚟嘅成分咧都係好低、好少嘅有害嘅反應。咁我哋用起唔單止喺韓國本土嘅人啦，亞洲人其實喺好多北美啊、歐洲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朋友用過都適合皮膚。咁即係話其實佢唔單止適合喺唔同嘅膚質，亦都同一時間對於唔同膚質嘅帶來嘅副作用咧都低嘅。咁所以呢個真係吸引係嘛？因為如果你要知道你用一樣嘢，佢可能同一時間又要例如佢皮膚薄咗，或者佢係例如用啲酒精啊，令到你咁樣而美麗嘅話，其實就唔值咯。因為其實佢只係你用一樣嘢嘅代價嚟換取另一個樣嘢嘅，咁 V 漫唔想咯。佢真係想徹底去令到你嘅皮膚美麗，同埋係真係天然嘅。咁第3樣嘢嘅產品V 漫咧，就係佢係我可以咁講，佢係你直接係需要注意打理皮膚，就可以免去化妝。嗱唔係誇張嗱，傳統可能你諗下，我又要護膚，但係其實你出街可能你又要另外再化妝嚟即係妝底啊、唇膏之類。我有啲夥伴咧，我真係親眼見過，無論係相或者真人見過都係真係天然嘅護膚靚。我哋講緊流行嘅呢個水光肌，係淨係做護膚呢個門檻就可以用到水光肌或者有靚嘅皮膚。咁即係咩意思啊？即係換言之，即係同一時間就係你其實可能用得好，你甚至乎免去化妝嘅成分。其實尤其是雖然而家多數啲男士都中意化妝啦，咁但係仍然有好大部分男士都唔化妝㗎嘛。咁但係男士唔化妝即係代表護膚㗎，好似我咁樣。咁所以我只要做好護膚，但係我同一時間亦都有即係美妝嘅效果啊，靚靚地嘅話，其實對我哋唔好話即係我咁啊，冇話女人、男人都吸引啦，係咪啊？即係我冇理由我真係唔想又要做護膚又化妝，我冇興趣暫時嚇。咁但係如果專注做好護膚，我又可以又得到靚嘅皮膚同埋好化妝嘅效果，係咪好吸引啊？咁所以係抵喎，其實佢咁計嘅話，成本都抵咗喎。係各位朋友，聽完咗我講介紹關於力漫護膚產品嘅介紹之後呢，你可以有興趣想試用嘅話，你可以立即成為會員啦，係免費嘅。咁當你免費成為咗會員之後呢，係有5% 回贈嘅，即係以後你要再買力漫嘅產品、護膚產品嘅時候呢，就會有5%再平啲啦。另外呢，就係你對我哋力漫嘅產品嘅事業呢係有興趣，亦都有興趣用之餘又了解呢個額外嘅用收入咧，你可以係喺我呢幅圖嘅右下角咧scan 咗佢登記，咁就加呢個港幣150蚊啦，或者係英國嘅朋友咧加20磅，咁就可以立即成為我嘅發展者啦。咁意味住你已經可以立即可以展開呢個生意噶啦。咁我會建議，因為有幾個嘅套組套裝嘅，咁因為我覺得用又加呢個事業咧，你可以試下我哋其中一個嘅基本套裝係一個港幣4500蚊啦。咁呢個4500蚊嘅基本套裝咧，係主要包括啲咩？就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基本我哋力漫護膚產品嘅王牌主力嘅一個基本套裝，同埋我哋最新呢個 Radiance 100嘅美白美膚嘅嗰個產品啊。咁所以你係唔單止用到基本，同加埋我哋最新嘅產品，咁就可以一氣呵成咯。即係當然我都會建議你由未入門開始咁用嘅話，係由基本開始啦。咁如果你本身已經用開有護
膚護理開啦，都有咁上下，你可以直接可以用埋我哋 Radius 最深100個都得嘅。咁另外再加埋最新我哋6月份咧，公司推出咗一個 bonus 計劃，就係即係對於發展者，如果你有額外即係去買啦，或者係有好多即係人去經過你去購買啲產品嘅話，我哋有好多獎金嘅計劃嘅。咁啱啱新6月推出嘅啫，詳情如果你想再了解多啲，可以向我了解㗎。拜拜。世上不完的世上，别说你。